係企埋嚟。局長唔該。唔該。局長呢度。呢邊到呢邊。下邊呢度。呢度。點解？坐喺呢度。好啦，最後幾張相好冇？係啦，咁請你前面嗰啲副託，請你坐低啲，或者褪後少少好嘛？局長下邊唔該。好啦，唔該，就一就後邊啲 camera 影好冇？我諗你要褪後啲，因為佢哋唔想你入鏡。OK。好，請右邊。嘉賓向前邊右邊、中間，跟住左邊。OK。好啦，多謝各位啦，我哋請局長坐低，好冇？好啦，各位記者嘅朋友，多謝你今日咧就抽空嚟參與我哋呢一個嘅6000蚊計劃嗰個啟動詳情嘅記者會嘅。咁啊，介紹下台上面嘉賓啦。中間兩位呢，就係我哋嘅財經事務局及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啊陳家強教授啦。佢旁邊嘅呢，就係我哋嘅處理常任秘書長劉炎女士嘅。咁喺局長左手邊嗰兩位呢，就係中國銀行香港分銷網絡副總經理陳家沛先生啦，同埋呢庫務處助理處長資訊系統嘅蕭文達先生。咁喺劉女士旁邊嗰兩位呢，就係郵政署副處長麥德偉先生，同埋入境事務處助理處長資訊系統嘅周康道先生嘅。咁我哋首先呢，請陳家強局長呢簡介一下呢個6000蚊計劃嗰個啟動嘅安排嘅。OK， 唔該各位。政府咧就會喺8月28號，即係828呢，就啟動呢個6000元計劃。咁啊，所有當日呢係年滿18歲。同埋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嘅市民呢，係可以按出生嘅年份呢嚟分批進行登記嘅，要領取6000元。咁我想講一講就係合資格嘅市民呢，如果呢係選擇較後嘅時間先至去攞個款項嘅話呢，係可以喺明年4月1號到12月31號嘅時間先遞交呢個登記表格，咁以領取6000元。同埋加上一個獎賞就係200元嘅。咁至於喺8月28號係未符合資格嘅市民呢，但如果佢喺出年3月31號符合資格嘅話呢，佢可以喺明年4月1號或之後登記，就領取個6000元。咁整個登記計劃呢，就會喺明年即係2012年嘅12月31號結束。咁由於呢個計劃呢，大家知道呢係涉及嗰個600多萬嘅合資格嘅市民。咁為咗確保呢個登記過程呢係有序進行，計劃開始嘅頭10個星期呢係會呢做一個分流安排。咁合資格嘅市民呢係可以按佢出生嘅年份分5個組別嚟做登記，每一個組別嘅登記呢係為期2個星期嘅。咁第一批登記嘅市民呢，就係65歲或以上嘅長者，咁即係話呢1946年或以前出生嘅人士。我想講講呢個登記嘅途徑嘅。咁市民呢係可以經過由銀行或者係香港郵政2個途徑嚟進行呢個登記同埋領取呢個款項。咁為咗方便市民起見呢，我哋會喺8月22號就開始提供登記嘅表格。嗱，如果係想通過銀行做直接轉帳嘅市民呢，係可以去銀行嘅分行嚟索取個表格。如果想通過香港郵政去領取個支票嘅市民呢，係可以喺各郵政局呢係索取呢個表格。咁大家都可以喺民政處各區嘅諮詢服務中心、社會福利處各區嘅辦事處，以及呢各公共屋邨嘅辦事處等地點呢嚟索取表格。咁甚至呢，你可以從呢個6000元計劃嘅網頁，即係 www.scheme6000.gov.hk 嚟下載。嗱，呢個登記嘅程序呢係相當簡單方便嘅。如果有自己名義開立銀行戶口嘅市民呢，
你填好表格之後，只係要交到收款銀行各分行嘅收集箱，或者咧係郵寄，或者咧係用網上理財服務嘅方法嚟遞表。咁咧喺核實資格之後咧，就會通過自己選定咗個帳戶咧，係直接咧收到呢個款項。如果冇銀行戶口嘅市民呢，係可以通過香港郵政做登記。咁咧喺呢個核實咗資格之後呢，就會收到一個書面嘅通知，係可以到自己選定嘅郵局呢，係領取呢個支票。咁啲支票呢，係可以喺任何一間渣打銀行本地分行呢做兌現。呢度呢，我特別提醒市民啦，尤其係長者嗱，無論呢你採取邊一個途徑呢，係做呢個登記，其實呢，你係無需要親身到銀行或者郵局呢嚟排隊呢，係去交呢個表嘅。咁大家呢，可以呢係請自己信任嘅親友啦，咁代理遞交啦，或者呢係郵寄到郵政信箱186000，即係1860000號就可以㗎啦。咁由於呢個登記嘅期間呢，係到呢個明年年底先結束呢，係有相當充裕嘅時間，其實大家係無需要呢着急嘅。我想講講呢個啟動日嘅安排。嗱，我哋考慮到呢第一批登記嘅市民呢，係年滿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啦。咁所以我特意呢，我哋揀咗呢8月28號呢星期日嚟啟動呢個計劃。咁當日呢，21間零售銀行去超過1100家嘅分行，以及香港郵政126間嘅郵政局，都係會朝9晚5開放嚟呢係專注咁協助呢批長者呢係去處理有關6000元計劃嘅登記事宜。我講講宣傳方面啦。咁由於呢個6000元計劃嘅受惠人數係眾多啦，咁市民呢係相當關心計劃嘅詳情，因此呢，我哋呢已經安排咗喺呢個新聞簡報會之後，就會立即展開一連串嘅宣傳活動。咁咧包括呢係通過各大電視台啦同埋電台呢嚟播放宣傳短片同埋聲帶，並會喺呢不同嘅報章同埋公共交通工具嚟刊登宣傳嘅海報，俾市民呢了解到呢個登記嘅程序同埋時間表，嚟確保呢登記程序呢會有效有序咁進行。嗱，如果有需要嘅話呢，市民可以隨時瀏覽我哋6000元計劃嘅網站，或者致電呢18600嚟1860000嚟查詢嘅。我想講講就話呢，其實喺取得咗呢個立法會嘅撥款之後呢，其實我哋已經先後為地區人士、非政府機構同埋長者同埋殘疾人士院舍嘅職員呢，係舉辦咗簡介會。咁我哋希望呢係透過佢哋向社會不同界別呢嚟發放有關呢個6000元計劃嘅信息，並呢協助呢有需要嘅人士呢嚟進行登記。咁我哋呢亦都會呢喺安排呢，我哋稍後呢就會為一個專責服務呢個少數族裔嘅團體呢嚟舉辦類似嘅簡介會。咁同時呢，我哋會繼續通過警訊嚟提醒市民呢係去提高警覺，以免不法之徒以呢個6000元計劃做一個藉口呢去騙取佢哋嘅個人資料或者金錢。咁一啲長者服務團體呢已經同意咗呢係利用佢哋嘅網絡用電話錄音呢嘅方式呢向長者提供計劃登記安排嘅資訊，同埋呢提醒佢哋呢要小心呢處理個人嘅資料。我想講講呢，因為8月都係可能有風季啦，咁就我哋係會呢應呢個8月28日呢當日嘅天氣情況呢係採取適當嘅安排嘅。咁具體安排呢就會同平日銀行或者郵政局因應呢個惡劣天氣而採取嘅安排呢係相若。咁即係話呢，如果當日早上喺銀行同埋郵政局原定係9點鐘開放之前，如果懸掛8號或更高嘅風球，或者係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嘅話呢，銀行同埋郵政局呢就不會開放。如果8號颱風或者係暴雨警告信號呢喺中午12時
或之前取消嘅話呢，咁就銀行呢同埋郵政局呢會喺2個小時之後呢重新開放。而家呢，我會我會用英語呢係簡單再講明，咁跟住我就會答各位嘅問題。就請各位其在座嗰啲同朋友再去講同埋答你嘅問題嘅。用英語發言先。The scheme $6,000。嗱，呢一個嘅6000蚊呢，就會係呢個計劃就會開始啦。 18 or above。 18歲以上而係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響嗰日呢可以登記，跟分批登記啦，根據出生年份嚟到進行登記嘅。如果合資格市民呢選擇較後時間先至收取款項，可以響明年4月1號到12月30號期間遞交登記表格，嚟到領取6000蚊連埋200蚊嘅獎賞嘅。如果8月28號未符合資格，但係明年3月31日呢就會符合資格嘅市民呢，佢哋可以喺明年4月1號或者之後登記嚟領取6000蚊嘅。整個登記呢就會響明年嘅12月31日結束。大家都知道有超過600萬人係合資格嘅，所以我哋為咗確保登記過程有序進行呢，我哋會實行呢係頭嗰10個月呢係一個分流嘅安排嚟嘅。咁合資格嘅選民呢，可以按照呢出生年份分5個組別登記嘅。第一個組別呢係嗰啲喺1946年或之前出生嘅長者，即係話佢哋係65歲或以上嘅人。點樣登記呢？佢哋可以去香港銀行登記或者香港郵政登記。咁呢個登記表格呢，就8月22號開始提供嘅。經銀行登記嘅市民可以去銀行分行索取表格登記。如果係透過香港郵政登記呢，就可以去郵政局索取表格。我哋亦都可以響呢個網頁 www.scheme6000.gov.hk 下載表格嘅，亦都係有個政府部門嘅辦事處攞到表格嘅。為咗令到呢個過程呢係簡單容易用啦，如果嗰個申請人呢有以個人名義開立嘅銀行帳戶呢，就可以將填好嘅表格交到自己選定收款銀行嘅分行嘅收集箱、郵寄或者利用網上理財遞交表格。經核實之後呢，合資格嘅選民呢就可以經由所選定嘅帳戶收到款項。如果係透過香港郵政登記呢，咁佢哋就經核實之後呢，就會收到書面通知到選定嘅郵局領取支票。支票呢就可以喺任何一間渣打銀行嘅本地分行兌現嘅。我想特別提醒市民，特別係長者呢，無論你採取咩嘢途徑登記啊，係銀行啊定係香港郵政呢，係唔需要自己排隊交表嘅。佢哋可以請自己信任嘅親友呢代為遞交，或者係郵寄到香港郵政總局郵政信箱1860000號。由於登記呢會登記期去到明年年底嘅，係有好充裕嘅時間嘅，大家冇需要着急嘅。第一批登記呢係1946年或之前出生嘅市民，即係65歲以上嘅長者。我哋係特別選定呢8月28號星期日嚟到啟動計劃嘅。當日呢21間零售銀行、超過1100間嘅分行同埋香港郵政嘅126間嘅郵政局呢，都會喺上午9時至下午5時開放，專注處理有關6000元計劃嘅登記事項。邀請呢今日出席呢個簡報發佈會嘅銀行同埋香港郵政嘅代表呢，係介紹一下呢為落實6000元計劃而進行嘅具體準備工作，然後先再回答新聞界朋友嘅提問。首先，我請代表銀行嘅陳先生。唔該，局長。首先我好高興參加今次嘅6000蚊計劃嘅記者招待會。為咗配合呢個計劃，我哋銀行業界呢已經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同埋其他有關嘅政府部門進行咗多次嘅溝通同埋聯繫，為咗呢個咁大型、咁重要嘅項目做好準備。合資格嘅香港市民，佢哋可以透過全香港21家零售嘅銀行，超過1100家分行進行登記。每一家銀行嘅分行喺呢個分批嗰個登記期入邊呢，我哋會係設置呢個表格嘅收集箱，同埋會加派人手去確保呢個流程係順暢。
其中我哋有14家銀行呢，將會提供呢個網上銀行平台，就可以俾我哋嘅客戶選擇，可以喺網上邊進行呢個登記。所有參加嘅銀行亦都會喺各自呢設立一個6000蚊計劃嘅專線，去解答客戶提出嘅有關嘅問題。另外喺8月28號，頭先局長講咗啦，就係嗰個一個星期日嚟嘅，係第一日嘅登記日起嗰10個星期嘅登記期入邊，我哋會額外加派一啲人手，包括呢個客戶服務員去解答我哋客戶任何嘅問題。我哋希望可以確保整個嘅登記嘅程序係有效有序咁進行。另外，銀行業界亦都已經同咗相關嘅政府部門進行咗，亦都通過咗系統嘅測試。另外，我哋個別銀行亦都已經做好咗一啲適當嘅措施，去確保個人客戶資料嘅保障對於客戶。最後，我哋銀行業界喺6000蚊計劃上面，亦都已經做好晒準備。我哋希望可以提供到俾市民一個快捷同埋一個優質嘅銀行服務。多謝大家。咁麥德偉先生。香港郵政呢，今次呢就係獲政府委託，就係提供一個代理人嘅服務，就配合今次政府推行呢個6000元嘅計劃嘅。我哋相信呢，喺今次嘅計劃之下，大部分合資格嘅市民呢都會透過銀行呢個平台呢去做一個登記嘅。咁我哋今次設立一個郵政呢個登記平台呢，就目的希望呢就提供另一個渠道，係有個輔助嘅性質。而我哋目標嗰個服務嘅對象呢，係主要係本身係冇以本人名義開設本地銀行戶口嘅市民嘅。咁我哋希望係方便到佢哋呢去做一個登記。我哋今次香港郵政嗰個代理服務呢，就主要係2個範疇㗎。第一個呢，就係提供一個登記嘅服務，第二個呢，就係提供一個支票領取嘅服務。關於第一個登記服務方面呢，我哋香港郵政呢會喺郵政局裏邊呢，就係設置收集箱。市民呢就可以按照政府已經公布咗嘅分流計劃嘅時間表，就將呢啲登記表格呢就投入呢個收集箱裏邊嘅。而正如頭先局長都提過啦，市民呢係無需親身去郵政局嘅，佢可以代親友呢投遞呢一個咁嘅表格。同時呢，市民亦可以呢透過郵寄呢將表格寄到我哋香港郵政總局郵箱。186000號186000號，而無需親身去郵政局去投遞呢個表格。喺領取支票方面呢，當政府核實咗呢一啲登記嘅資格之後呢，合資格人士呢會喺登記之後大約12個星期裏邊呢，就會獲寄一份通知書，就係前往郵政局去領取支票嘅。我哋香港郵政呢，會喺56間郵政局裏邊呢設立一個專櫃嘅服務，意思就係一個櫃台呢係專負責提供呢一個領取支票服務嘅。市民喺登記嘅時候呢，可以喺登記表格上邊呢揀選其中一間郵政局領取呢一個支票嘅服務。為準備今次嘅工作呢，我哋香港郵政呢就已經建立咗同埋通過一個測試一個電腦系統去處理有關嘅資料。我哋亦會制定適當嘅程序咧，去保障個人資料嘅私隱。我哋亦咧會增聘臨時嘅人手咧，去支援今次嘅工作。頭先我講嗰個準備工作咧，大部分都已經係按計劃進展理想。到執行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緊密留意嗰個情況、個運作情況嘅。咁係靈活去調配資源，我哋致力會確保咧喺無論喺登記或者派發支票嘅程序方面咧，都有用一個妥善同埋有秩序嘅方式進行嘅。同時咧，我哋亦會確保咧我哋日常郵政嘅服務質素咧係保持一定我哋平時嘅水準嚇。多謝各位。咁咧就我諗大家都好多問題問啦，咁但係想請各位咧講一講你嘅代表機構同埋你個名，咁數我哋可以睇到你喺邊一度，好嘛？咁你邊位想提問先呢？最後嗰位男士，你可以講得㗎啦，佢會 pick up 到嗰個咪。
蘋果日報啊，姚國雄，其實想請教下局長咧，我想問一問你哋問責官員咧，有冇諗過係攞唔攞呢6000蚊？會唔會攞嗰6200蚊咧？其實你哋問責官員有冇討論過？即使冇討論過，陳家強局長其實你自己會唔會去攞呢6000蚊咧？同埋想問一問翻咧，即係銀行嗰邊陳生咧。其實你哋覺得今次個安排咧，會唔會覺得即係苦了銀行咧？你哋會唔會覺得即係嚟緊下一年咧年初咧就公布嗰個財政預算案？如果再有即係要諗派錢嘅安排，你哋想唔想咧？好，請局長。我諗呢個6000元計劃咧係財政司長一個還富於民嘅計劃嚟嘅。咁每一個市民咧可以咧係去選擇咧係做呢個登記嘅。我諗如果假設真係有呢個計劃繼續有得進行，我諗銀行一定會同政府配合。好，仲有咩問題？前面嗰位女士啊。經濟 Melody， 想問局長嘅就係你哋嗰個網上邊咧都提供咗一啲即係 Q&A 嗰啲答案咁樣樣啦，咁就提到咧，如果有第二啲嘅非政府機構，咁我想象例如係政黨啦，如果去協助嗰啲登記人咧去收集佢哋個人資料，幫佢填表咁樣，咁你哋咧喺嗰度咧就提到話希望即係嗰啲呢啲機構咧係唔好即係要適度咁樣去收集個人資料啦，但係其實嗰個適度咧，根據你哋要求佢提供嘅資料咧，已經係包括晒名啦、電話號碼啦、身份證啦、戶口號碼啦，咁其實都已經好多㗎啦嘛，即係做乜都得咁滯。咁即係譬如喺呢一方面，你政府有啲乜嘢嘅措施去可以確保，譬如話呢一啲收集嘅資料係即係安全嘅，亦都唔會被濫用咧？多謝問題，我想請劉女士答呢個問題。好啊。好多謝呢個問題。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話呢，我哋喺7月8號去財委會申請撥款嘅當天呢，私隱專員呢其實亦都就住6000元計劃有關嘅事宜呢係發出咗一啲指引嘅。咁佢主要呢就係一方面呢，當然就係提醒各位市民呢，就住6000元計劃呢，大家如果進行登記嘅時候呢，小心保障自己嗰個個人資料啦。包括呢，如果係你揾一啲其他嘅第三者係協助你去進行登記嘅話呢，要即係選擇一啲你信任嘅機構組織啊，或者係一啲你信任嘅第三者啦，你交出去嗰啲資料呢，係要清楚明白咧，係咪專係就住6000元計劃登記所需而係要提供嘅資料，定係有時可能嗰個即係協助者呢，佢同時呢都會用埋你嗰個資料係作為其他嘅用途嘅。如果係嘅話呢，就即係自己要即係作出一個決定，是否仍然係通過呢一個機構組織或者第三者係代你去即係作出呢一個登記嘅手續啦。同一時間呢，其實私隱專員呢亦都有向一啲呢係有意係協助其他市民呢係進行登記嘅一啲機構組織呢，都提供咗一啲相關嘅有用嘅實務嘅一啲資訊，包括呢提醒佢哋就係如果我哋協助其他人係進行登記嘅話呢，要求人哋提供嘅資訊呢係唔應該多過我哋嗰個登記表格所要求提供嘅資料嘅。如果你係要攞多過嗰啲資料嘅話呢，係要即係向嗰個當事人呢係清楚解釋啦，講清楚俾佢聽嗰個用途係用嚟做咩啦。而當然呢，嗰個資料嘅當事人呢，佢係應該要完全係出於自願同埋喺一個知情嘅情況下呢，係即係願意提交呢啲咁嘅個人資料。並且呢，呢啲提供協助嘅機構或者係個人呢，係有一個責任係要確保呢，人哋交俾我哋嘅嗰啲即係個人資料呢，係要小心保存啦，唔會喺一啲意外嘅情況下，俾第三者或者甚至係自己唔小心咁泄露咗出去啊，唔見咗啊，修改咗啊，遺失咗啊等等。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呢，就除咗係我哋本身喺嗰個制度嘅設定或者嗰個程序嘅設定上呢，係好謹慎咁樣考慮過呢一個個人資料嘅保障問題。其實私隱專員呢，亦都係就住即係相關嘅方面呢，係提供咗一啲有用嘅資訊嘅。而呢一方面嘅資訊呢，正如剛才呢位記者朋友所講，喺我哋網站嘅常見問題裏邊呢，亦都係即係有提供呢一方面嗰個資訊，咁大家可以係即係仔細參考。係我右手邊嘅最後嗰位男士啊。局長你好，Chandler Daly 啊 ，Joseph Lee 有21間銀行參加，但係點解得10幾間係可以喺網上登記嘅呢？咁同埋我都係咪去到嗰啲係接受網上登記嘅銀行，一去到佢嘅網頁就可以好容易揾到個 icon click 到入去㗎咁樣？第二個問題呢，登記咗之後呢，我睇到話要10至12個禮拜先至攞到錢啦，係咪個過程都係
比較長啲，可唔可以縮短啲？咁第三個可以話係一個問題，或者可以係一個建議嚟嘅，即係有冇話做啲大型嘅宣傳嘅活動去啟動呢個儀式？嗱，譬如阿曾特首佢已經過咗65歲咧，佢肯定係第一批可以登記去攞嘅，會唔會即係你邀請阿曾特首第一日出嚟就去親身去登記，咁啊即係廣收宣傳之效咧？好，請局長。我先請銀行界陳先生答你第一個網上銀行嘅題目先，好唔好？其實我想講翻咧，就提供個網上銀行嗰個登記咧，就係個別我哋嘅銀行業界個別銀行嘅決定嚟嘅。但係呢個網上銀行登記咧，就其實首要任務啦，就要確保嗰個安全嘅問題。所以大部分呢啲都係我哋現有嘅客戶，然後先會做嘅。咁其實如果你睇翻啲名單咧，大部分嘅大嘅銀行都已經提供咗呢個服務。我諗已經包括咗大部分嘅客戶係可以透過網上進行呢個登記。咁關於你嘅問題另一部分咧，關於時間嗰度咧，其實嗰個由登記到去領取嗰個時期咧，我哋已經係一個好壓縮到進行㗎啦。因為嗰個本身咧要處理嗰個人資料同埋嗰個資料嘅核實咧，係需要一段時期嘅。咁呢個咧已經係非常之有效咁做㗎啦。咁至於你話咧，我哋你好多你嘅提議咧，我點樣去啟動呢一個828嗰樣嘢咧？咁我哋當然係會接受好多大家嘅意見啦，我哋諗緊點做啦。咁但係咧每一位市民咧係點樣去做咧？係咪真係要親身落去銀行做咧？其實我哋都唔提議咧，你去親身落去做呢樣即係去交表格嘅。咁我可以通過郵政局啦，可以各方面去做，亦都唔需要第一日去做嘅嚇。OK， 好，請我右手邊粉紅色衫嗰位嘅女士。係，你好，K 寶 Janet 嘅，想問下咧我想問首日開放呢嗰126間郵政局係咪所有郵政局嘅全數嚟嘅？咁另外同埋想問下咧，每個組別會有2個星期去處理啦。咁想問係14日啊，定係只係working day？係同埋咧係咪我見你哋每個組別開始嗰一日都係星期日嚟嘅？咁嗰一日係咪銀行郵政局嗰啲都會開放咧？咁另外想問到呢度啦，好嘛？可唔可以問多一題啊？唔好意思。想問下有冇一啲數據係預計咧每個組別會有幾多人數去做呢個手續喺2個禮拜裏面，同埋有冇信心係處理得到嘅？唔該晒。我請劉女士答呢個問題。好，唔該局長。第一個問題冇錯，我哋喺即係8月28號開始，即係可以去交表格嘅呢一個郵局咧，就係我哋即係香港全數嘅即係郵局嘅分行嚟㗎啦。咁至於2個星期呢，剛才阿局長都有即係解釋過。啱啱開始嘅嗰10個星期呢，我哋會係按照大家嗰個出生嘅年份進行一個分流嘅即係登記安排。咁第一期呢，即係話828當日啟動嘅頭2個禮拜呢，我哋係由於考慮到第一期係主要係一啲即係其實全數都會係一啲65歲或以上嘅長者咧，先至有一個特別嘅安排，係一個星期日，即係一個平常銀行同埋呢一個即係郵政局咧係唔開門嘅，即係一個日子咧，係特登喺嗰日作出一個咁嘅安排呢，主要係為咗即係希望咧係能夠舒緩即係長者即係進行登記嗰個服務嘅需要嘅。咁往後呢，其實就係每2個禮拜為期呢，就進入一個新嘅即係呢個出生年份開始嘅嗰啲即係年齡組別嘅市民呢進行登記。大家會見到呢，我哋每一個即係開始嘅日子咧，都係一個禮拜日。咁並唔係代表呢，其後呢每一個禮拜日呢都會有咁嘅特殊嘅安排，因為我哋相信其實都唔係有咁樣嘅必要嘅。咁但係點解會係一個禮拜日呢？第一就係令到每2個禮拜咧係緊接着下去啦。咁嗰日唔開門可以點呢？大家會記得其實唔係淨係得去投箱呢一個咁嘅方法嘅。局長頭先都再三強調咧，大家係唔需要親身去到投箱嘅。你擺入個箱度，固之然係有2個禮拜嘅時間，即係工作日係可以投箱啦。此外咧，亦都一樣係可以用郵寄嘅方法，或者如果你已經有網上銀行嘅服務，佢亦都係能夠提供嗰個服務俾你係進行個登記嘅話咧，都係一個即係相當之方便嘅程序，唔係一定咧係需要去到郵局或者係銀行分行先可以做到嘅。仲有一條女生。
係佢想問下每一個組別嘅人數有冇清掌握？每一個組別嘅人數呢，我哋有一個大概嘅掌握嘅。基本上呢，分開嗰5個組別呢，頭一個同埋第二個組別呢，都大約係100萬人左右嘅。跟住嘅一啲組別呢，人數係會比較多一啲。我哋會即係作出一個咁樣嘅即係出生年份嘅劃分呢，主要係希望呢，對於年紀比較大嘅市民嚟講呢，人數唔好太多，令到佢哋喺分流期間呢，能夠享受到一個即係更大嘅便捷啦。咁對於其他嘅市民嚟講呢，大家即係可能都就係年輕啦，亦都即係比較更加能夠方便地係選擇唔同嘅方法，或者甚至係親身去到即係遞交表格咧，亦都係可以嘅。咁至於話喺呢一個開始嗰10個星期，即係分流期間，會有幾多市民呢係要爭取喺呢段期間已經進行嗰個登記呢？我哋就即係冇作出一個估算，但係喺嗰個即係設計上呢，我哋係有信心呢，我哋係能夠係處理得到嘅。當然呢，就局長剛才都講，整個登記嘅期間呢，其實係相當之長嘅，係去到12年嘅年尾呢，都仍然大家係可以即係交表格。尤其是如果係喺啟動當日，即係828已經係符合資格嘅市民呢，如果係選擇喺出年嘅4月1號之後先至交表格呢，亦都可以係攞到多200蚊。咁所以呢，市民點樣去選擇呢，就可以因應自己個人嘅情況，或者自己嗰個即係決定啦。Let's take an English question this time. The gentleman in white shirt. 香港電台嘅兩個問題。第一，呢度呢對於銀行呢都係有費用嘅，有成本嘅。佢哋係私人機構嚟嘅，呢個係咪一個困難之處呢？咁如果係有困難嘅，點樣解決呢？佢哋有冇得到補償呢？咁呢個算唔算係一個要呈報嘅收入啊？6000蚊。第一個問題，當然啦，呢個計劃係新嘅，我之前都講過啦，我唔會低估嗰個困難啊、挑戰啊，即係話營運啊、成立整個過程都有嘢需要解決嘅。好高興呢，銀行業係大力支持嘅。正如銀行業今日嘅代表今日話俾你聽，佢哋全力支持我哋。咁我哋已經係一齊工作，解決咗好多嘅技術問題，成立咗一個好有效嘅處理申請嘅平台，同埋對於顧客呢提供最好嘅保障。咁當然啦，係有費用嘅，有開支嘅。我哋已經向立法會嘅財務委員會係匯報㗎啦。就每次有人呢就申請啊，要派錢啊，都係有費用成本嘅。咁但係呢，銀行業呢都係非常之願意合作嘅。係點樣係抵消個費用㗎？佢哋係根據成本呢會係收返我哋費用嘅。視乎嗰個申請嘅登記嘅途徑係咩啦，有唔同嘅安排。簡單啲嚟講呢，平均嚟講呢，如果你係用銀行嚟到做登記，如果你係用一個即係話填一份表交翻去嘅，咁銀行呢就會係根據個表格數目呢係收我哋錢嘅。如果係通過電子銀行平台呢，咁就唔會收政府錢㗎啦。咁同埋有啲處理費嘅，我哋要俾翻香港郵政一個費用嘅。大家都知道啦，郵政局呢係用營運基金嚟到係運作嘅，咁所以兩個代理呢都會係根據成本呢收翻我哋錢嘅。可唔可以再講講？我哋有估計。即係話要成本要費用要幾多，咁已經向個財務委員會嘅文件講出嚟㗎啦。喺呢個階段呢，就好難確切咁樣講究竟係要幾多費用嘅，因為我哋唔能夠假設呢，佢哋嘅申請人呢用乜嘢方法嚟到申請登記嘅。咁亦都視乎究竟係有幾多人用表格啊。如果佢哋係去咗郵政局，或者佢哋去咗銀行，有銀行亦都有唔同方法嚟到申請登記嘅。
咁最後嗰個總數就會唔同嘅。咁當然啦，呢方面全部都係有費用嘅。呢個唔係一個要交稅嘅收入，唔係收入，亦都唔係利潤嘅，所以就唔需要交稅嘅。最後尾二個行嘅啦，最角落頭個男士。局長你好啊，東方日報記者呂浩然，想問下其實除咗8月28號第一日之外呢，其餘嗰啲年齡組別第一日其實應該係星期一嚟㗎嘛，即係個日子寫係星期日啦。但係因為嗰日你話除咗8月28號之外，其他嗰啲日子呢，銀行都係唔會開嘅。咁擔唔擔心變咗係星期一呢就會銀行好逼爆呢？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即係頭先阿劉女士所講，係咪真係如果多啲人去郵政局嗰度做登記同埋領取支票嘅話，其實政府要俾嗰個俾銀行個行政費係咪少啲？或最後想問埋局長，其實你自己會選擇去郵局嗰度攞啊，定係喺銀行嗰度登記？同埋你諗住點會唔會攞翻出嚟消費，振興下香港經濟㗎？唔該。OK， 我諗第一個問題咧，正如正話阿劉女士講咗咧，咁其實你當然第一日即係跟住個組別嘅時候咧，未必係星期日啦、星期一啦，你先至可以去銀行或者郵政局啦去做呢個 drop box 啦。咁啊，事實上咧，我哋相信咧，市民係其實我哋一路都同市民講，你唔需要嗰日去啊，你係就成2個星期。同埋咧，我哋今次咧整個計劃咧，我哋都有好大嘅一個即係網絡嘅銀行嘅網絡，1000幾個分行啦。郵政局有成100幾間郵政辦事處啦，咁我哋個網絡係相當夠嘅，同埋通過 e-banking 啊各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咧，我哋整體嗰個即係網絡咧係足夠咧係去呢個即係 handle 呢個咁嘅嗰個容量。咁當然咧，我哋會睇情況嘅，我哋會睇情況點樣再調人手咧係令到咧呢個咧計劃咧係順暢咁做。做咩問題？我記得咗。或者我答一答第二個問題呢，有關即係用銀行定係即係用呢個郵政局嗱。首先要指出呢，我哋喺嗰個即係登記嗰個流程嘅設計上呢，主要係從咧便捷市民去進行嗰個登記同埋保障佢個人資料私隱嗰個角度出發嘅。咁所以呢，就我哋個出發點就係我哋相信大多數嘅香港市民呢，其實係有自己名義嘅銀行戶口。呢一個登記嘅方式呢，係對於嗰位市民嚟講呢，係最便捷嘅。咁因為佢即係只要投交咗個表格呢，其實可以安坐家中呢，嗰6000元呢，如果佢符合資格呢，就會喺佢個指定帳戶裏邊呢，就即係注入咗㗎啦。咁相對於如果係用呢一個即係香港郵政嘅話呢，佢最後呢，當核實佢嗰個即係合資格之後呢，佢係需要親身去郵政局係領張支票，然之後呢係再去兌現嘅。咁因此呢，基本上呢，從個出發點上，我哋係提供即係呢一個郵政局作為一個登記嘅平台呢，係好似頭先阿麥先生所講，係作為一個輔助嘅渠道嘅。咁至於話係咪多啲人如果係用郵局嘅話呢，就少啲人即係或者政府係可以交少一啲嘅行政費俾銀行呢？從嗰個即係咪交俾銀行嗰個付俾銀行嗰個費用會少咗個角度而言呢，就可以話係嘅。但係呢個假設咧，就係如果佢係用銀行咧，佢係交一張表格而唔係經 e-banking 啦。因為如果佢經 e-banking，其實銀行就唔另外收我哋錢。但係另一方面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其實咧係冇免費午餐嘅。我哋如果係用呢一個即係香港郵政嘅服務嘅話咧，其實一樣咧都係有一個成本，所以咧一樣咧都係有一個支出嘅。因此咧就即係我哋剛才都講過咧，我哋嗰個設計上咧嗰個考慮咧就唔係從呢一個角度去講。亦都實際上咧並唔係話咧銀行嘅收費咧係比即係呢一個香港郵政貴嚇，唔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好。我未諗到咁遠住。我哋有機會再溝通啦嚇。有冇哋其他朋友？仲喺隔離嗰位啊？第三行第二位係。想問下咧，嗰個cost 咧，即係銀行同郵政嗰分別嘅 cost 咧，係咪好似之前咁講係按 case 咁收費，同埋每個 case 其實係幾多錢？咁同埋另外咧，就想問下咧，當局有冇估計過咧，即係大概喺呢一段時間合資格成為永久居民嘅人數有幾多咧？cost 每個 cost。
其實我哋銀行業界估算嗰個 cost 咧，本身係考慮咗幾個因素啦。首先，銀行方面一定要有啲系統嗰度有個開發啦。咁另外就係每一間分行，頭先我講咗啦，都要設置一啲表格收集箱啦。咁亦都要額外加一啲人手去 make sure 嗰啲個人客戶資料係受到保障。咁另外頭先亦都講咗，星期日我哋都會開門啦，係朝9晚5。咁呢個大體上就係呢啲主要嘅費用。咁但係頭先政府個朋友都講咗啦，我哋全部都係 at cost 嘅，係成本費用嚟嘅。咁另外就如果市民係我哋啲客戶選擇喺嗰個網上銀行做咧，我哋係唔收費嘅。喺郵政方面都類似係方面嗰個嘅成本計算方法咧，我哋都係用成本去收取翻呢個費用嘅。咁我哋成本主要都係頭先同銀行嗰度好相似，就係一個電腦開發嗰個成本啦，加上一個主要係人手方面，係新增加人手方面，佢無論係係櫃位嘅工作啊，亦或者係去負責幫手派遞一啲服務咧，嗰啲人手方面咧，我哋都係計翻個成本咁樣嘅。關於呢個問題係即係中間呢個過程裏邊咧，受資嘅合資格人士嗰個數目咧，我想請或者任問局周生。喺由828至到明年3月31呢段期間呢，我哋估計將會合資格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嘅人士，大約係3萬幾人啊。好嘅，仲有冇問題？呢位灰色冷衫外套嘅女士。係你好，我係 Now TV 嘅 Kimi。咁其實咧睇翻嗰個 press release 咧就講咗話行動不便嘅人士如果要揾人代拎嘅話咧，就要有4個程序。咁其實無疑上會唔會係加重咗，即係對呢啲行動不便嘅人士更加係唔方便呢？同埋你即使係運行呢4個程序嘅話，咁點樣去確保可以有效咁樣順暢咁樣去運行呢？唔該。對於呢啲有需要嘅人士呢，其實我哋即係提供俾大家嗰啲資料裏邊講出係係能夠有一啲安排呢，係令到佢哋都完成得到嗰個登記嘅程序，並且呢係可以攞到嗰6000蚊。呢啲登記程序，我哋要求佢提供嘅所謂嘅額外嘅資料呢，其實呢就第一係一啲必須嘅即係一啲保障嚟嘅。而呢一個保障呢，其實主要呢係為咗要保障呢嗰名市民本人啊。或者具體啲咁樣講，如果係有一啲人士呢，舉例嚟講，佢係因為即係身體健康或者係行動不便嘅緣故呢，係自己舉例。佢係冇一個本地嘅銀行戶口嘅，佢需要經由呢一個郵政局去進行嗰個登記嘅程序啦。剛才講過咧，咁佢就即係去到斷定咗佢係一個合資格人士嘅時候呢，佢係需要親身去佢指定嗰個郵局度呢，係領取嗰張支票，然之後去銀行度兌現嘅。咁對於一啲可能係即係行動唔方便啊，或者即係身體健康有問題嘅市民嚟講咧，佢係冇辦法用呢一個咁樣嘅程序嘅話咧，我哋喺個設計上係會接受呢，佢係委託一位呢，佢自己選定嘅第三者係代佢呢，係辦理呢一個咁樣嘅程序嘅。咁因此呢，喺嗰個流程裏邊咧就出現咗一個第三者喺度啦。咁我哋就需要呢一名嘅第三者，我哋喺整個過程裏邊呢，就唔會見得到嗰位受益人嘅，就只係會見到嗰名第三者。因此呢個第三者第一佢需要親身去到我哋嘅辦事處度辦理有關嘅手續啦。佢係需要呢能夠提供得到佢代領嘅呢一位即係委託佢行事嘅呢一位人士嘅嗰個醫生嘅證明，令我哋呢係即係係可以確立得到呢佢係有需要委託一名第三者嘅。呢個第三者呢亦都係即係需要呢係向我哋即係提交呢一個即係登記表格嘅時候呢，係作出一啲保證同埋聲明，包括呢就係話佢獲得有關嘅授權啦，佢得到嗰筆款項之後，即係話如果嗰個受益人係被證明係符合資格，我哋會發放6000元啦。咁呢一名受委託者呢，係要聲明同埋承諾呢，佢會將嗰6000元呢係用翻喺嗰位即係受益人身上，或者係會將嗰個6000元呢係交翻俾佢嘅，亦都呢係需要即係保證咧，係如果係有其他嘅第三者向政府索償嘅話呢，咁佢係會即係對政府有一定嘅保證同埋承諾。咁所以呢一系列嘅要求呢，其實都係喺嗰個制度上，對於公帑嘅保障，以至對於嗰個委託人，即係嗰個會最終受益於6000元計劃嘅嗰位人士呢，係一啲有必要嘅，即係一啲保障同埋程序嚟嘅。
我哋都覺得咧呢一啲即係咁樣嘅即係要求呢，其實都係即係合理同埋可行嘅。當然呢，就因應佢哋嘅需要呢，我剛才講過，我哋都會有即係辦事處嘅同事係提供協助啦。呢一啲表格嘅即係填寫嘅過程裏邊呢，我哋都會提供一啲登記程序嘅須知嚟到協助佢哋呢係辦理有關嘅手續嘅。好，仲有冇問題呢？最後嗰一行嗰位女士，中間嗰位。Hello，你好，我想問下咧，銀行會唔會話即係增聘人手，同埋開設一啲專櫃咁樣，即係好似 iBond 咁樣，去收集翻啲表格咁樣啦。另外，大約你哋銀行即係會增聘幾多人手到咧？同埋會唔會話按實際需要，即係可能有啲人星期一至五都未必得閒嘅時候，會延長嗰個服務時間，或者係週日嘅時候都會有機會開放俾市民去登記翻咁樣。咁我諗因為個別銀行就住呢件事都會頭先我講咗會增聘人手，我諗呢度我唔會俾到一個好實質嘅數字啦。咁但係呢，就肯定地呢，就每一間銀行喺8月28號嗰日呢，就全部一個星期日嚟嘅，我哋額外呢係開放時間朝9晚5，咁亦都配備咗充足嘅人手去幫啲長者去希望嗰個整體上個過程係順暢嘅。咁另外呢，就頭先我諗政府嘅同事都講咗啦，就話其實嗰個開放嘅時間都幾長嘅。咁每一個batch 我哋每一批都有成2個星期嘅。咁同埋我哋開放嘅分行都好多，有成超過1100間。咁我哋相信係應該可以應付到嗰個人流。咁當然啦，我哋亦都如果假設個別分行本身發現到有排隊嘅情況，我哋會盡快會加派人手去解決呢件事。佢想講一講咧，就係大家都唔好唔記得啦。其實你就唔係真係講緊話要去到銀行度做一個好複雜嘅程序嘅。事實上咧，你個表格咧，你銀行度攞或者其他地方攞，都要你銀行做嘅話咧，銀行攞個表格啦。你填咗之後咧，事實上咧，只係將個表格咧放喺銀行嗰個箱嗰度咧，你已經係完成咗嗰個登記程序。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流程嚟嘅。咁咧所以當然我哋希望話咁樣咧，就令到大家係最省便嘅。當然啦，市民可以咧通過郵寄添，唔使親身銀行度咧係做呢個程序添。咁啊，當然人手係需要嘅，因為當呢個銀行咧收集到你嘅表格之後咧，據我了解咧，你需要人手去處理嗰啲表格嘅嚇。咁所以咧後台嘅功夫咧其實幾多下嘅。咁前台咧市民只係需要咧將你個表格咧放喺個箱裏邊咧就搞掂㗎啦。好清楚啦。我俾啲未問過嘅先嚇，都係最後嗰一行嘅第一位嘅男士。明報嘅，想請問咧，如果喺海外嘅香港居民咧，如果喺香港又冇銀行戶口嘅話咧，又可以點辦呢？如果有合資格嘅市民呢，佢係喺香港冇銀行嘅戶口，其實就無論佢身在香港或者喺即係世界邊一個角落都好呢，都同樣地呢就會係用另外嗰個平台㗎啦，即係話呢係會通過香港郵政係去進行佢嘅登記啦。咁剛才都有講過，如果經過香港郵政進行登記嘅話呢，同用銀行嘅平台最大嘅差別係在於呢，當確定佢係符合資格之後呢，我哋係會寄一個即係郵件去通知佢係去佢選定嘅一間即係郵政局嘅即係分局咧，係去攞翻佢張支票，並且呢係佢要親身去領取啦。然之後咧就去銀行嗰度出示埋自己嘅身份證，係去兌現嗰個支票嘅。咁剛才咧明報呢位朋友問到就係如果身在海外啦，咁佢就需要呢喺佢即係選定嘅期間，即係佢要小心籌劃一下呢，佢咩時候交表格，以便呢喺當佢咧係收到呢一個即係郵政局嘅通知，去攞張支票起計嘅12個月之內咧，佢係能夠係去到呢一個即係郵局攞翻張支票同埋去銀行兌現啦。因為我哋呢就住6000元計劃呢係作出咗一個即係特別嘅安排啦。一般情況下呢，其實發出嘅支票通常有效期係6個月嘅。咁我哋就住6000元計劃呢，就發出嗰個通知，即係郵政局嗰個通知書起計嘅12個月內呢，嗰張支票呢都會係有效嘅。咁因此，如果嗰位朋友佢係唔係身在香港嘅話呢，咁佢就要預期呢
咧喺佢收到嗰個郵政局嘅通知書之後嘅12個月內咧，係會翻嚟香港，即係可能係亦都因利乘便啦，可以翻嚟香港探親啊、消費啊、進行其他佢即係有意進行嘅即係一啲活動，並且呢係趁嗰段期間呢，就去領取佢嘅支票同埋兌現啦。好，呢位綠色衫嘅男士。兩個問題，唔好意思，申報係吳兆忠。第一個問題就係今個月咧就啲稅局都退稅啦，有好多人就收到支票，其實都好開心嘅，即係趕到係要買新書。咁其實會唔會下年諗緊，即係如果係仲係在職人士咧，就喺呢方面咧，就嗰6即係再派錢嘅話咧，連除埋嗰個退稅嘅支票一齊派，咁可以省卻咗銀行嗰個即係嗰個行政費啦。咁另外就係第二個問題就係喺郵政局方面，即係如果係去得郵局攞支票人，可能好多係長者或者係孤苦伶仃嘅。咁我唔知今日聽日時間嘛，可能我嗰日等唔到嗰張支票。咁其實有冇機制就話講緊我頭先講緊第三者嗰樣嘢，就係話我可唔可以喺嗰個聲明，譬如話我嗰日或者我好命危或者我死咗嗰筆錢，我個老伴可以用啊，或者點嘅？其實有冇個機制？或者我當日係真係我孤苦伶仃死咗啦，嗰張支票冇人嚟領取嘅時候，郵局點樣處理？我請劉女士答埋。係好，先講第一個問題呢，退稅大家要明白咧，我哋剛才講過6000元計劃嗰個設計嘅流程裏邊呢，我哋考慮幾方面啦，要確保公帑用得即係其所，能夠充分保障市民嗰個個人資料嘅私隱，亦都呢係即係要能夠有效有序咁樣即係發放到嗰個款項。喺呢一個設計嘅過程裏邊呢，嗰個個人資料私隱嘅保障咧係重要嘅。稅局呢當然係會有即係納稅人嘅即係一啲個人嘅資料同埋嗰個即係聯絡嘅方法，但係呢，就稅局本身呢，佢當時收集大家嗰啲個人資料嘅時候呢，係有一個定明嘅用途嘅，就唔能夠隨意更改呢，就係話不如由而家開始，我哋稅局嗰啲資料同時都可以用作其他嘅用途，無論係6000元計劃或者其他嘅即係一啲用途呢。如果喺當初收集資料嘅時候呢，係並冇向嗰個資料當事人説明嘅話呢，法例嘅要求佢就唔可以咁樣做嘅。至於話如果咁可唔可以倒翻轉頭將郵局對唔住將呢一個稅局嘅嗰啲資料交俾例如即係負責6000元計劃嘅一啲同事呢？咁稅務條例其實亦都係有一個即係法定嘅條文要求呢，就稅務人員係唔可以將佢哋處理稅務嘅時候得知嘅資料呢，係即係佢有一個保密條款係唔可以交俾其他即係唔相關嘅人士嘅。咁因此喺嗰個操作上呢，就即係會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咁至於講話即係如果有一啲合資格嘅人士係不幸過身呢，假如佢係喺過身之前係已經遞交咗一個有效嘅登記表格，而其後呢亦都係經過審核之後發現佢係一個符合資格嘅人士嘅話呢，咁嗰個款項呢仍然呢係會係屬於佢所有嘅。當然佢如果係人已經過咗身嘅話呢，自己不能夠即係使用呢，就會計算成為佢遺產嘅一部分。咁因此呢，佢嘅家人呢，或者佢合法嘅遺產嘅繼承人呢，就會即係喺嗰個遺產嘅總額裏邊呢，就會多咗呢6000元係可供使用㗎啦。後邊格仔恤衫嘅男士。你好，蔡華社嘅，想問下呢個問題，銀行界嗰邊，咁8月28號嗰日咧係即係個服務咧，係咪即係其他服務都係會提供？即係譬如我哋即係櫃台嗰啲嘢嘅，唔該晒。OK， 我頭先解釋過咧，就8月28號呢個星期日咧係專為我哋長者而設嘅，咁所以咧我哋主要嚟講係等啲長者可以入到嚟，如果需要幫助嘅話，我哋教佢點填表同埋入個箱度。如果假設啲長者需要喺當時開一個銀行戶口，我哋都會盡量提供俾佢哋。其他嘅服務就應該冇嘅。Let me get 後邊嗰位男士。你好，商台㗎，想問下頭先即係關於郵政嗰個方法咧，或者啲海外嘅人士咧，其實如果佢哋填表嘅時候咧，佢嗰個表咧係淨係可以填本港聯絡地址。咁如果係佢哋只係得海外嘅地址，咁佢可唔可以填海外嘅地址？然後係咪郵政即係都會寄翻個通知俾佢咧？係啦，就係咁。
我哋都盡量鼓勵登記人士咧，就盡量係用本地嘅地址。譬如頭先嘅情況咧，佢可以用其他親友嘅地址，我哋都可以接受嘅。咁如果真係啲特殊情況，佢係用咗呢啲外國嘅地址咧，我都會盡量去接觸翻喺外國嘅地址嘅朋友嘅。好，我諗我哋最後兩條問題好嘛 ？Francis， 同埋跟住後邊嗰位黑色衫未問過位同學。港台局長而家都仲未做完嘅，咁但係睇上嚟呢，俾錢即係同收錢都有咁難嘅。如果有人問你，你下次有財政司司長問你，你會唔會再建議佢都係再派錢呢？我都講過啦，非常之有挑戰性嘅呢個過程。不過呢，我哋呢個計劃非常好啊。即係話還富於民啦，咁啊都受到大家歡迎嘅。咁我哋盡力啦，我哋都係盡力而為啦。將來就將來先算啦。想問翻咧，無論海外同埋本地咧，如果透過郵寄嘅方式去遞交個表格咧，係使唔使俾翻嗰個郵費啊？遞交表格嘅程序，如果係用郵寄嘅方式咧，就同普通嘅郵寄嘅方式一樣嘅，咁只係需要貼上郵票嘅。郵費好似係幾多？一個4。如果本地係個4。個4。冇咁考慮過。好，我多謝啦，因為我喺呢個記者會結束啦。咁網上面有好多 Q&A 嘅，你都可以參考嘅。咁咧就有啲遲嚟嘅朋友想影多一張相，咁即係我哋先影一張相先。